喂，Kitty，今日好似你呢度做咩咧？今日同大家睇下嚟緊一個新樓盤鋭景。喂，今日好多人排隊，不過我而家已經上先啦，望下幾多人排隊。係一個圈啊，係圍住新港一個圈啊，跟住翻到嚟。喂，呢度邊度嚟啊 ，Kitty？ 呢個咧就係 lift lobby。嗱，而家個 lift 咧其實都幾闊落咯，佢呢啲地咧都幾睇落都幾 grand 同幾靚。好。我哋而家去睇示範單位啦。同大家睇嗱，我哋第一間咧，我哋就係同大家睇一房嘅單位嚟嘅。咁佢呢一個係開放式廚房啦，佢嘅平方尺係313尺。咁我哋入去望下佢呢個單位先。佢呢個設計咧都係一房啦，開放式廚房咯。咁啊入門關位咧，其實有個地方俾你擺下雜物都幾好。咁啊房嚟講咧就 L 字形玻璃落地啦，佢同埋有個3合一嘅露台嘅。好，我哋入去啦。哇！真係超多人，因為我哋今日同事去睇，幫我簡單介紹俾大家睇下啦。佢一入門口咧，其實佢嘅右手邊就係雪櫃啦，跟住有一個櫃啦，跟住佢已經左手邊咧係佢個開放式廚房啦。咁佢簡單嘅廚具其實都有嘅。咁跟住你會睇到呢一度即係一出就係露台啦。咁佢個廳咧，咁呢個 size 其實佢都係可以擺得到sofa、電視機、露台3合1設計。咁房咧就係一房套嚟嘅。有冇睇埋房間我哋好冇？好。哇！真係超多人呢個。我聽呢啲環境咧，一般經驗話聽都係爆晒飛嘅。好，呢間就係房間係嘛？正方形啦 ，L 字形落地玻璃。咁房間 OK 嘅，一間房算正常咯。咁啊，發展商配套設備，套廁。套房嚟嘅，鏡櫃啊、梳妝啊，都齊全。邊就係雪櫃係嘛？係啊，一入門口。呢邊廚房先。你望下，開啲櫃俾你望下。洗衣機。有個擺雜物嘅架啦，可以收集上去。應該係可以晾碗嗰啲咯，即係晾乾啲碗。抽油煙機咯，下邊就微波焗爐都齊晒㗎啦。雪櫃喺後邊咯，喺門後邊，啲位置都用得幾好嘅。呢間最受歡迎嘅兩房。我哋再睇下兩房啦。嗱，呢一間咧473尺，咁佢都係開放式廚房嚟，佢就有2間房。但係呢個廚房好好用喎，你只要做簡單裝修咧，可以變為梗廚喎。係一個實際係咪真係咁好用先？好啊，我哋又入去望下呢個間隔473尺2房開廚。呢個咧就係有咗發展商嘅裝修嘅，咁到時交樓標準咧，當然就唔會有啦。可以參考下。佢冇乜特別大變動嘅。嗱，最特別咧，呢個開放式廚房啊，設計係開放式嚟嘅，但係做個好簡單裝修咧，其實加到玻璃門啊，已經可以變為一個梗廚，係嘛？同埋雪櫃位置咯。好，睇睇個廳先。嗱，個廳你睇到呢一感覺上都可係闊落嘅，即係如果係400幾尺係咪呢個？係。呢個好用。自己中意切分嘅，你要學策啊嘛！你知唔知小紅書要打直拍？及設備等，所述之處，裝修物料、設備級或品牌，未必適用於發展項目基數內所有住宅和住宅物業銷售條例8條基本特質的，曾與其之間的高度一致可行之問題。俾啲 sanctuary 為設計嘅靈感，象徵住一種全新嘅生活節目，結合動員嘅療癒力量，締造寫意生活日景。我哋嘅會所連園林佔地面積約17萬平方尺，有超過40多項嘅休閒娛樂設施，演繹人工智能可持續發展、互動同休閒自然元素。首先，我哋喺地庫1樓可以見到，我哋有多用途室內運動場，採用咗靈活嘅空間設計，同一個球場可以根據我哋嘅需要，自由靈活咁樣變換為無論係籃球場啦、排球場、網球場、羽毛場。1樓嘅左邊，我哋仲有完善嘅泳池設備，包括約20米嘅室外游泳池，約30米嘅室內游泳池。